组过来。但是如果你礼拜五的小组没有办法参加，欢迎你们来参加礼拜二晚上有2个小组在教会，有的是白天的也有小组在教会，欢迎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组来关心你了或是你参加一个小组来侍奉主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牧区，他们2堂礼拜一起做来服侍，也感谢王丽佳老师用美好的鼓声来陪伴还有我们再次谢谢他们，拍手来谢谢。我们祷告完他们等一下已经2堂礼拜，他们还要到别的地方服侍。我们先来做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满满的恩典跟我们同在。因为你的同在，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成为有活力、有力量、有生命的。也因为我们愿意顺服神你的话语的教导，我们就看见这些话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是带来力量的。感谢主，我们今天要透过圣经的话语一起来勉励，一起来学习。愿神在我们当中，圣灵对我们说话。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呢一起分享的这个主题呢，跟上个礼拜的经文是连贯的因为时间有限制，所以我们就分2次来分享，这样大家比较容易能够抓住牧师所要分享的一个主题重点。今天的主题是根据诗篇这个启示录后面的2章1到7节后面的经文来学习说。这段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那今天是从4节到7节这一段，那我们可以再一次复习说，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他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一方面是肯定他们所作所为是蛮坚持的，或是很有那个秩序的。但是提醒他们那个更重要的部分不要失去，就是这样子。但是后段经文呢，他特别提到了一点他这一段4节是提到了说，你失去了当初给我的爱心，然后要他们记得从哪里堕落，要从哪里来恢复。那不然的话，会有将灯台从原处拿走。换句话等于是，原来他们应该有的位分，或是应该被神所这样子高举的部分被拿下来了。比如说，他们一直很坚持，一直很努力，为什么神会这样对他们说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那还肯定了一点，说他们恨怒尼哥拉派的作为，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做一点学习了那主要这一个。第7节给我们一个新的亮光，他说：“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的都听吧。”好，本来他是针对以弗所教会讲，对不对？然后他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会知道说，那我有耳朵我听了没？变成说以弗所是一个象征，但是其实他就是对众教会说了，对有耳朵的人都要听了。但耳朵就是一个我们接收信息的地方嘛一个器官嘛。当然，比如有人呢没有耳朵听怎么办？它就是一个信息，你接受了就是。所以最后的应许是什么？至于那得胜的人，我要赐给他权力，吃上帝乐园中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前面的肯定也好，提醒也好，或是责备也好。最后用这一句话来归结。换句话说，基督徒，你当从这段经文学习到的，其实就是在揣摩你一生的经历，或是你个人的属灵状态那我们怎么样从那边得到一些学习呢？第2段经文就是在讲延伸到这个生命树的概念第13节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什么智慧呢？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是平安。得到这样的智慧是生命的智慧嘛，不是人的智慧。然后18节也是做这样的祝福说：“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持守他的，持守这个道，
持守这个智慧，持守这个生命树的恩典，啊，就要得到这个确据。我们上个礼拜也读了这段经文，但是没有机会说哈。那我们等一下也一起说明，就是罗马书8章9节也同样在提到什么呢？圣灵，有圣灵的同在，被圣灵所管束，那就会得着那真正生命树的果实。那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启示录使徒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哈。那我们再复习一下以弗所教会在哪边呢？这个地图我们大概有一些概念哈。我们中间圈红色的这个部分就是以弗所，它的地理位置我们可以从今天看到，就是在爱琴海，哈，在地中海北边呢，是面临爱琴海的部分。那这个是当时2000年前那个以弗所是一个大的海港城市哈，到今天呢很多古迹还留着。牧师曾经有好多年前了哈，有一个团队一起去拜访以弗所七教会哈。最近我看到我们教会的艳芳姐妹，好像夫妻也一起去哈。看到很多七教会的很多古迹了。其实现在土耳其是回教国家哈，大概就不会提倡教会，但是他们知道这些遗产、世界遗产哈是很值得观光客来的，所以他们就整理得很好，而且还从联合国啦、文科组织啦得到一些经费来维护。很多基督徒也奉献了哈，去把那些古迹挖掘出来，因为那个古迹要维护要挖掘是很花钱的动作。那我们看到右边有一个绿色的圈圈，那个就是安提阿，那就最近发生大地震最严重的区域哈。但是它的北边最大的城市就是伊斯坦堡。那我们大概一个概念的地理位置，当然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只是说让大家更有印象了哈。你看当时一个以弗所城的一个城市是多么的辉煌，这个是当时的罗马帝国时代所盖的图书馆，不输现在的哈。我们台南市的总图馆在永康那边哈，盖得很现代化。但他们当时的图书馆就2层楼以上的哈，而且都是用花岗岩或是用大理石所盖的。前面还有很多像里面曾经有写到说是真理哈，真理的追求真理的地方。那这些图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凭吊哈，这是拱门呐这是剧场，那么大的剧场哈，当时没有我们现在现代音响设备，他们竟然能够用这样的地理这个建筑。花岗岩、大理石来盖的一个圆形剧场，然后表演者或是讲话的人在中间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很有那个声学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是比较近的一些设施哈。那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迹，就是玛利亚之家就相传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跟他的学生约翰说。看这是你的母亲，反正就是说把妈妈交给这个使徒约翰来照顾。后来就传说了就约翰逃难，带了耶稣的母亲来到以弗所那边居住，直到终老。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传说就在那边有一个小教堂来纪念他。就是他们你看当时的街道是这样的辉煌又宽广，大理石柱非常的长，当然上面的屋顶大概都是塌下来的这些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样的以弗所城在当时何等的荣耀甚至当时呢，以弗所的城市已经有这个东西大家看不大清楚为什么一个洞一个洞，原来这个是当时的抽水马桶当然没有现在我们的按键一冲就冲掉，他们是。在那个每一个洞的下面有一条沟，而且是活的水，反正水一直冲就是活的，一直流，然后所有的排泄物它一下子就冲出去。这一间也算是一个浴室里面有蒸汽让那些当时应该是罗马的军官才有办法享受吧。总之，这样的图案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当时的以弗所城是多么的辉煌好，看了这些图片，让我们感到，这个城市不简单
到今天也是一个海港城市了只是说那边已经变成古迹了。我们复习一下约翰对以弗所教会所做的肯定，有这一些上个礼拜我们说他们赞美他行为正直，辛勤工作，又会忍耐。第二个，对作恶的人不容忍不姑息不敷衍。那再来就是第三，严格实践真理，用智慧清除异端、虚伪的骗徒。第四，有耐心，曾为主的缘故经历了患难，从不退缩。还有很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清除这一些异端恨恶尼哥拉党所作所为。从这5点，我们看到说要对一间教会的赞美，这些都包含在内了没有在更厉害、更优秀的啦。不过我们可以用这样说以弗所很好，但是还不够，就是好要更好的意思啦那当然也是最关键的部分，就是约翰对他们提醒说，肯定中有严厉的责备，因为他们失去了当初对主的初心。原来的初心可能有很多的努力要执行基督徒教会的任务，但是把那最重要的核心、最重要的价值跟灵魂失去了，那等于是舍本逐末，追求那些表面上的秩序、表面上的光鲜亮丽，但是那最重要的救恩那个爱心却失去了。所以等于教会也因为这样的严格或这样的管制很多权威在里面，就美好的团契跟兄弟姐妹的爱心失落去了，而且甚至矫枉过正为了消灭异端，把爱心都扼杀了。所以我们从这边接下来，我们说以弗所教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信仰省思呢？上个礼拜有稍微提过就是说一间教会它一旦久了之后，就会有一些制度，有一些历史的传承，有一些传统。那有时候为了维持那个秩序，就越僵化，就不轻易改变。因为一改变，大家又无所适从啦，或是会有点乱那很多人很习惯说，就威权统治，你就一就是一，二就二，不要有第二句话，那这样最好管理。但是人的自由跟生命就这样子被扼杀了，被消失掉了。特别一间教会或是一个团队重视传统制度、仪式规矩，就失去了教会宗教的生命养分，就是爱心这个是我们最大需要去提醒的。第二个是刚刚我们提到尼哥拉党的效应跟危机。好，从以弗所教会，当然他们是恨恶，表示他们拒绝了这样的这个差误但是我们可以说，尼哥拉党就是在教会里面产生的。换句话说，有人为了迎合世界的潮流，为了迎合世界的一个个人的喜好就跟世界妥协了，然后把基督的真理变成很廉价把它使用到了。我们也常常会提醒教会说，我们社会的流行什么，我们一定要跟吗？到底跟对我们对信仰跟真理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或者说我们只是迎合潮流，迎合一般人的需求？换句话说，我们不是让耶稣喜欢，让神喜欢，而是为了让某些人喜欢。那你在拿捏的时候，怎么样去做判断？那是有时候很矛盾的事，因为人喜欢这样但是上帝不喜欢怎么办？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特别是领袖很重要要提醒的事情。那么也可以说，信徒加入教会越久，原始的感情跟感动都失去了有时候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那种热情可能会因为某些人的话语，或是有一些耳语，或是一些批判，然后你会觉得心凉了一半，好像是被浇冷水我那么热心你竟然说我怎么样？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去提防有时候并不是人的话在攻击你，有时候是魔鬼的诡计。他知道这个人热心起来对福音有帮助那我就故意让你搞乱、搞内乱，让你不同心、不合一，那魔鬼最高兴了。所以领袖或是服侍者被攻击，那个是你不要觉得奇怪，那是家常便饭。问题的重点是你怎么样冷静下来，看见神给你的应许，而不是因为人的话，那你就失去了原来的爱心跟信心。我记得曾经在我们的讲台讲过，说很多
基督徒他最后离开教会通常都不是说啊，上帝你讲的我不信了啦，圣经假的啦，我不想相信啦，很少这样子的啦。当然有这个特例我不知道，但通常最多的是啊，就是某某人对我讲那个话让我很伤了，我不来了啦，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对人失去信心才离开教会，而不是对神那我们可以衡量说，也许真的我伤得很严重我觉得很大的伤害，但是对于神为你牺牲的你都不讲，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害，为你牺牲那么多你不讲，换句话说，你因为小小的个人的一个自尊心或是自己的一个保护，然后失去了最美好的福分，那衡量一下，所以一个最忠心的仆人，神的仆人或是使徒，神的门徒你第一个要接受考验的就是，你不要听什么风言风语，也不要听什么流传的耳语。你一听你整个信心都失去了，你服侍神的热情就流掉了，那多么可惜！神给门徒重要的这个勉励就是在这里。我们常会听到有一些牧师他在传讲福音、传讲信息的会讲这一句话，他说有时候你会看见教会里面有山羊，你会觉得很头痛，绵羊很多很柔顺，但是一被一只山羊点几句这只绵羊就逃走了，那就被山羊所掌管了，你就会想尽办法说这只山羊把它赶走好了，把这只山羊赶走就天下太平，对不对？但这个牧师曾经在跟我们讲说你赶走一只山羊更可恶的、更可怕的7只山羊会进来。换句话说，在一个群体里面，你不要讲说这个一个纯粹的、没有杂质的或是没有细菌的地方一个人的社会是因为靠着真理一直在沉淀，靠着真理一直在洁净，然后像今天的经文所说的，你要从哪里失落，你要从哪里回来。好，今天的主题说，我们要重回信仰的初心，迎接信仰灵性的恢复。这是第2章第5节所跟我们讲的好，这一节经文是关键，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一起开口，来，你想一想，你要悔改，恢复当初爱心的行为。如果你不悔改，谢谢。第5节如果要分的话，有3个段落。第一个，你想一想。换句话说，可能你不知道原来在神的角度说，你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这句话听起来很重对不对？堕落什么呢？堕落是什么意思呢？堕落就离开原来的已经太多了。好，第2个是你要悔改，恢复当初爱心的行为。就这一句话，就像耶稣的新的诫命一样，你要爱神爱人，那就结束了。换句话说，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你用任何的规矩装饰把它装的门面非常的好，但是失去最原始的部分爱心，那等于是一切是多余的。那神那么样的重视在意，那我们不小心不努力去追求吗？那还有一个责备是说，如果不悔改换句话说，你不改不行，不悔改那就是用什么代替呢？我要来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走。有时候我们在教小孩也这样子，你再不改，那不准看手机了，不能玩游戏了，好像把所有都把它切断这样子弟兄姐妹，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看看使徒约翰的忠告。第一个，回想是从哪里堕落的。什么事呢？回忆那最起初最美的信仰跟心灵感动。很多基督徒初信的时候，很多在你心中所看到的美好，会就随着时间，会随着我说刚人跟人的互动，产生一些杂质，产生一些挫折，产生一些伤害，然后那些起初的感动跟爱心就慢慢被搁着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单纯的心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那个好心好雷金，有没有听过？
好像你觉得想要表达一个爱的行动，就是被人家泼了冷水，让你觉得那个力量就消失掉了。那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怎么能够去避免？你越热心，就会有遇到这些啊。你如果不要做，什么都不要做，那就没事啦。所以做教会的同工的、服侍者的，要有一个概念哈，不管你恩赐多好，你的能力多高，你一定要先有一句话说。反正我出头就会被攻击呀，这是一个人的社会的常情，特别是魔鬼最不喜欢这些人，所以你一定要先有一个心理准备说，会被泼冷水，会被讲那个讽刺的话，都是常态。那我要不受影响，因为我对得起神，我要跟随神的道路。所以要记得什么？记得初信时跟神的亲近，常有的心灵感动。你要一直保持更新呢。第二个，要记得传福音领人归主那个喜乐跟满足，一直在你的心里面，而且要记得最原始淳朴的信仰跟美感，那个最美好的部分要留下来。最容易让我们对照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到出社会了，离开家乡了。在大城市里面，什么山珍海味谁没吃过呢？我们到世界各地，我们到日本不是喜欢吃美食吗？到泰国哪里就是反正是美食之旅嘛。我们台南昨天牧师跟谢牧师开车去参加喜宴，那去跑到安平去吃喜宴，吃了一餐大餐回来，沿路就跑到路口就是国华街。谢牧师说：“哎呀，不得了，怎么一大堆人排队就为了吃那个美味？真的好吃的东西很多人都追求排1个2小时没关系但是我们会发现说，回到妈妈的家，吃到妈妈的原美味，还是最感动的。我是觉得说，好像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味觉有一个基因呢，从小被妈妈喂你吃什么，那个就是变成你的原始的味道。”再吃再多的山珍海味，吃到妈妈简单的料理还是最美味的。那是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记忆的动作，就好像鲑鱼它在那里出生它有一天它会不计一切代价回到产卵的地方。我们的味觉也是这样子。那我意思是说，用这个比喻，你为什么会对母亲餐桌上的口味感动呢？你儿时的玩伴那些。当时一起成长的那段记忆，你一直为什么记忆在里面？因为那个是最原始的感动，最原始的感情。那我们用这个来对照的意思就是说，你原先从信仰得到的感动在哪边？你要去追寻，就好像你久久一次就想要回到你的故乡，你到妈妈的家一样。还有，我们看见这个。为什么对人很重要？因为它最原始单纯的能量，可以给人重新回到轨道。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回到家乡也没有什么事当然有爸爸妈妈在那边看一看心中很安慰。但是你会想说到处走走，好像你原先在这个社会打滚也好，打拼也好，很多疲劳累，你就在那边就恢复了，因为觉得说，我又重新得到力量的感觉我就想到大家可能，如果家里有第4台的人，就会看到说有一部电影哇，3天2天就是重播，应该是这第4台不知道赚多少钱，反正它就一直重播就是周星驰的功夫我想如果没有在看电视就不用讲，但是你看一定看好多次，因为它一直重播。当然，因为它好玩嘛，就是没有什么哲学思考，就让你看得很好玩就是了但是我看到这个电视，这个电影有一个很有趣的地点，可能也不是说我们电影的主轴人家喜欢看那个部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部电影的原始的思考，就是周星驰小时候，就是这个主角小时候，因为为了要救他青梅竹马一个小女生，对不对？这个故事，那个小女生被人家欺负，她想要去这个抗强助弱嘛，哇，被那群小顽皮的把她欺负了，而且还在她头上撒尿，对不对？就是那个小的细节。
但是他因为想要帮助别人，却受委屈，对不对？他就性格大变了。他就是说，我要出社会，要进入黑社会，我才能够得到我想要的。甚至这个小女孩长大了，还欺负她。但当这个小女孩长大的小女孩拿出那个他们当初看见的那个棒棒糖，就是一个甜甜圈的棒棒糖，她整个人改变了哈。这个小故事我们看到说，这个电影在讲说，他最后变成一个抵抗强权的人。哇，功夫好厉害，什么功夫都有哈。他原始的感动是因为他发现原来当初他扶弱抗强的那个力量，就是他为了帮助那个小女生，虽然受伤累累，让她误入歧途，但是当这个小女生给他那一支棒棒糖的时候，他知道他人生方向又回来了。就是这个电影这个小时候为了帮助这个小女生，然后这支棒棒糖成为他们这部电影的一个讯号了哈，一个信号。那我们就看到说，周星驰的电影虽然好玩、搞笑，很夸张，但是他的故事在讲说，原始的那个初心不要失去，这是让他导正他回来的力量。好，那我们从信仰初心第二个，他提到我说我们要悔改哈，悔改就是勇敢承认原先的错误是由自己造成的。我们常常很知道重点说，我们常常看到那个什么政论节目啦，或是政治上面在讨论的时候讲一句话说甩锅，有没有？甩锅就是反正被指责就讲到是别人的错啦，都不是我的错。那人最大的困难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人的本性嘛。但是约翰所提的重点是说，你如要得着这个真正的生命树的果实，你要从这里出发，先承认自己是错误是自己造成的，那你才有改变的可能。我们常说前几次我曾经提到说，悔改不是一种好像做错事情就是畏畏缩缩的哈，好像觉得什么世界末日什么都不对。不是，悔改的意思是说，我把原先的轨道又回到原来的，这个才是悔改。回到原先的轨道，原先的道路，那我错了，我要偏差要回来啊。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你是学理工的，哪里有说实验一次错误了，那天塌下来，没有这个事嘛。你就是因为从错误中找寻了那个正确的方向你才觉得这个前面的错误是有价值的嘛。那所以约翰叫我们要悔改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好像我们在常常用的手机啦、电脑常要更新，因为软体已经不相容了，或是软体不能承载新的讯息了，你要把它 reset 或者是说重新来。弟兄姐妹，悔改不是一种羞耻的事，悔改才是一种得力量的开始。感谢主，悔改的难题是自己承认自己的失败，而且要勇于承担责任那当然悔改不是就在那边自己自怨自艾，觉得我一生都没出息了，没有用了。是悔改的意思是要让我们怎么样恢复了？恢复就是我原先已经有的，只是我失去了，我要恢复当今的爱心的行为。悔改带来的动力，改变现有的思考，重新行出起初所行的事。所以恢复初心，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无论是在你个人的生涯，或是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都是标准，这是一个很好参考的标准。感谢主，恢复当初爱心的行为，是约翰要有所教会所做的。好，起初所行的事是什么呢？重回起初的爱跟感动，重回灵修祈祷的习惯的恢复，那个都是我们起初回复嘛。那基督徒一直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追求这一点校准回归，回到原始的神的创造。那我们再来就是接受圣灵的内住，接受圣灵的管束，就是刚刚我们读了罗马书8章9节所提醒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我要翻转，我要改变，我要悔改，靠自己哪有那么大的能力呢？记得
你是要被圣灵所管束，让圣灵来管理，让圣灵来引导，让圣灵来改变。很多人一生改变不了，但是被圣灵触摸的时候，他改变了。我们常看到很多无论是真情部落格啦，或是我们很多我们的更新这个周刊啊，你看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啦，就在不经意当中被神触摸了，你的改变了，甚至包括一些很不好的会伤害身体的习惯都改变了，吸烟啦、喝酒啦，甚至触碰毒品啦，再怎么改都改不了。被神触摸，完全改变。现在呢，很多人遇到一个新的挑战，就是说，手机上瘾症，或是3C 媒体、3C 的上瘾症，很多改不了。如果你回到初心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到外面走走，看那个美好的风景，或者到山林去观赏这个美好的景色，或是读一本书，慢慢的读，你会发现说，那个美好比你沉醉在这个3C 用品更重要。每一个人都需要，因为这个时代大家都几乎被绑架了。好，那圣经怎么说呢？至于你们，既然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换句话说，你受本性支配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要让圣灵住在里面。上帝的灵住在里面，他说只受圣灵的管束，没有基督的灵人就不属于基督。所以基督徒，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些改变，我们都知道啊，牧师也知道啊，但有很多事情改不过来啊，怎么办？圣灵啊，求你帮助我。圣灵，我愿意改变，我愿意悔改，求你来帮助我。因为只受圣灵管束，你就会好像自然而然的改变了，而不是很痛苦，或者说觉得改不了。因为你的观念被调整了，你的心思意念被神的灵所充满了。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领受乐园跟生命树的报赏，是我们第7节所讲的第7节，他怎么说呢？我们再一起同声念一遍好不好？预备，来，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的都听吧。至于那得胜的人，我要使他全力吃上帝乐园中那生命树的果子。我想这句话讲得很简单但是有很丰富的属灵的意义。牧师要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分享。生命树在圣经中有什么教导？我们看第一个，生命树它代表生命智慧的来源。刚刚我们读了箴言3章13节跟18节，他这样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而且他还提到17节，我们这没有录在这边。17节怎么说？他说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是平安。道是安乐，路是平安。还有18节说，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各有福。好，这个部分就是领受到神所赐的智慧，你就会像拥有的生命树，而且从生命树得着果实。台语的圣经他提到就是说，我就生命树的果实给他吃的意思了。那这样我们回到一个最重要的核心，说生命树到底是什么？好，第一个是智慧啊，但第二个我们看生命树代表个人生活充实喜乐的泉源吃生命果是什么？表达进入基督的国度的祝福，享受基督掌权最高的喜乐代表充实喜乐的泉源。第三个，我们刚刚讲到生命树，我们就回到创世纪的记载，伊甸园中的生命树了。创世纪2章9节说，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耳目。各样的树，但是他特别提到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什么？有生命树，还有分别善恶的树。那从这边我们看到说，神在伊甸园原始设立的生命树在那边，但是因为人类被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不见生命树。那怎么样的象征呢？我们为什么得到生命树既然已经离开伊甸园了，怎么办呢？好，他生命树
给我们的教导，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它代表一切生命、真实生命的事物，给人生命。所以持守智慧的，就像18节所说的，他也持守他的做生命的树，而且是各有福。换句话说，持守生命树是得到福气恩典的。第4个是代表义人所结的果子，箴言的11章30节说，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义人所结的果子。换句话说，这个生命树是得着能力、得着恩典、得着祝福、得着生命的来源。同样的，你也因为这样得到这个果子，变成生命树，变成一种生命的传承。说有智慧的必能得人。我们看到说在这社会上，很多人用生命树来当一个企业的 logo， 像这样的，我看到有一家基督徒的公司，他就用这个生命树当一个企业的标示。我知道之前好像我们台湾有很多灯会很多的城市，他们也用生命树的概念，因为生命树可以把它点灯点得很漂亮用生命树的概念，所以这个生命树的概念已经不只是基督徒在想，甚至我们可以在电影上看到这样生命树的概念。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漂亮的森林树木这个生命树的意象，生命树的意象。那最近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我想大家年轻人喜欢看的这个电影叫《阿凡达》它那个场景里面，在他们的国度里面有一个是灵魂之树，有没有？而且还会闪灯会有那个亮灯出来很多人看到这个电影的特效做得很漂亮，很棒。那他们在传承什么意思呢？就他们这个族人对这个母树，这个生命树是灵魂之树是很尊敬、很敬畏的，甚至不许外人来干涉的。我想很多民族、很多的那个国家，它都有这样的神圣的地点嘛，像这个日本人，他们就把富士山看成他们神圣的地方。我们原住民很多地方他们不许外人进入，他们觉得那个是神圣的，是一种心灵的投射。好，那我们从这样的概念来讲出来，表示说，不只是基督徒，一般的人就会看到说，树好像它的生命很特殊。尤其像我们台湾，在我们多弟兄姐妹去过司马库斯那些巨木好几千年，你会发现说这个生命很奇妙，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从阿凡达的灵魂之树看见说，有森林学家真的是研究他觉得树它不是在那边被风吹雨打，它是有生命，而且还有意识可以传达。当然，这个科学研究没有很多人证实，我们也不知道，只是说有这样的人在发表这样的研究，说跟动物一样，树木可以透过庞大的地下网络，而且可以彼此沟通。那怎么听？因为我们听不懂。但是有些人他喜欢去抱那个大树，有没有？他觉得树是有灵性的，你知道吗？我们台湾这习惯看到大树公有没有？我们台南这边就有一个啦，东区在那个南区有一棵大树，最近开了一条路那棵大树就凸现出来。我们到东山有没有？到东山那个休息站，哇，那棵大树大家很喜欢去看。光是它的生命状态，你会觉得说人真的很渺小，我们人的生命这样很短小。不管如何，我是说用这些来看见说，为什么老早圣经就讲生命树的概念，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那最后我们要分享说，我们怎么样得到生命树？既然我们已经离开了伊甸园了，怎么办？为什么启示录还讲说你要得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可以从一个属灵的启发来延伸说，原来第2棵生命树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就成为生命树的新的得着能力的地方，得着生命的地方。那这个才跟我们基督的信仰产生一个非常有趣或者说很棒的连结了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当中，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分别善恶的树了，只剩什么？只剩生命树。因为分别善恶树是在人的俗世当中、属世当中，它是预表没有上帝的生命、属世的知识跟智慧。
让你去分辨。像亚当跟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的树，他知道自己身体是赤身肉体的，他变成那些罪恶的概念就在他身上了，因为已经被这个属世的世界所污染了。那哥林多前书1章21节这样跟我们提说，上帝运用他的智慧，使世人不能够借着自己的智慧去认识他。人用自己的智慧也探究不了神呢。相反的，保罗说，上帝决定借着我们所传的那愚拙的信息来拯救信他的人。那这个很有意思，换句话说，世界的很多科学理论、高深的学问，在人的评价是很高的，但是要认识神却不是一条道路，而是福音的最愚拙的道理，耶稣基督的受苦跟牺牲，所谓的愚拙的道理，却是拯救人的生命的最关键的地方。圣经向我们指出了什么？上帝所束缚唯一的道，就是生命树的道路。因为伊甸园的那棵生命树，在亚当夏娃被赶出乐园之后就失去了，找不到了。那找不到，我们要回到原始的世界不可能啊！神体谅我们，差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重新为我们预备了这第二棵生命树。所以第三个就是上帝我们预备的生命树，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彼得前书2章24节这样说：基督亲身把我们的罪带到十字架上，使我们不再生活在罪中，只为公义而活。因为他所受的创伤，我们得到了医治。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一句使徒约翰所讲的生命树的报赏，我们如果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连结，你就觉得哇，豁然开朗。原来生命树的果子一直没有离开我们，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而已。我们愿不愿意被圣灵所管束，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呢？好，那原文这个彼得前书这个原文说，在十字架上，如果从原文来讲，它就是树的意思。因为台语圣经它有这样表达说，它被挂在木头上，有没有？传统的圣经这样解释说，被挂在木头上，木头就是树啊。所以在这边象征了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果这样，我们发现说，原来我要追求的生命树的果实，得胜者要吃那果实，就是你离开了罪嘛，你离开了人这个世俗所捆绑嘛，你回到耶稣基督的爱里面，然后你就成为得胜者。这位得胜者就是生命得胜了，你成为神所赐的领受生命果实的，就是生命树。那更实际的是什么？我信耶稣了，我怎么样从实际去领受？他说，领受救赎的恩典，就是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果子就是圣餐的象征意义延伸了哈。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长老教会规定堂会1年一定要举行6次的圣餐。你不要把它看成说我知道啦，那个一个仪式啦，不错啦。其实重点在这里。是你每一次领受圣餐，你就重新再确认，我吃到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实，那是何等重要，对不对？所以我期待说，基督徒有圣餐的时候，你不要说只是礼拜的一部分，不是有人会嫌说，多了圣餐我就不能提早离开耶，我要多了时间，好像把那些小小的耽误，却把最重要的基督徒的核心信仰，把它丢掉了。所以守圣餐是基督徒很重要的本分，原因是在这里，因为你要迎接耶稣基督十字架，就是这棵生命树；你要吃果子，就是藉由圣餐，象征了主耶稣基督的宝体，他的宝血。期待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得丰盛的生命，在新耶路撒冷的当中也得到生命树的果子，而且有这样永恒的生命。2个礼拜我们一起去探究基督徒怎么样去看见自己曾经失落的，很重要。因为你一直在修正，为了要得着这永恒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而且藉由圣餐来确认你是得着这个生命的果实。
是这个生命树的果实。感谢主，我们期待每个弟兄姐妹愿意接受圣灵的内住，愿意接受圣灵的掌管。因为靠人的力量，靠朋友的力量，可能只一时的，圣灵的掌管才是得到永恒生命的一个确据哈。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来预备心，一起来恭祷祷告。